带的什么？就一个包裹。去，查查那2个人。哎，你站住！龙小弟，朱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夹在你们中间左右为难了，我也不想光复大明了，我要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。你说什么？易欢出走了？是，他没有告诉我，也没有告诉义父和诸位师长，只留给康熙一封信，说是厌倦了宫里的生活，想要出去逍遥自在。这不应该啊！小师妹虽然平时任性，但她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。她怎么可能突然放弃任务，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呢？也许他还是放不下对康熙的感情，又自知无法向我交代。他不想夹在我们2个人之间，左右为难。以他那不管不顾的个性啊，就干脆一走了之了。大师兄，你不必难过。我看小师妹未必是对康熙还放不下，也许是她看康熙对你们2个起了疑心，所以故意闹这么一出戏，试试康熙。倾城，你不必安慰我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但他秉性纯良，绝对不会算计他人，尤其是他真心对待之人。其实，这次从滇都回来，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。想当年，我曾百般求他为我做一个荷包，他都懒懒的不肯答应。可一看到他给康熙绣的那个荷包，虽然针法拙劣，却显然极为用心，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，李太医，等一等。建清，你不要再找易欢了，他已经离开紫禁城，他的离开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好事。是你劝易欢离开的？是啊，建清，你要是真的爱易欢，就不要让他再回来了。你最好也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你们在外面早点成亲，多生几个小孩，这样他慢慢的就把心思从皇上身边收回来了。否则的话，你们的光复大业未必能成功，而你也永远会失去易欢了。皇上出宫了。皇上一看到李易欢的信，就跟丢了魂似的，居然命妾身的叔叔带着几个侍卫随他出宫去追寻李易欢了。真是不成体统啊！易欢，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2位，里边请。这菜不错，好点吗？客官这边请。来。哎，小二，有没有环境好点的雅间儿？啊，这边。来，那一边。兄台，拼个桌。不行，那边不是有地儿吗？你去别的地方吧。2位，您的烤鸭。老大，是你啊？不是我。2位，慢用。你这个黄庭坚的真谛还是我送给你的呢。不过老大确实讲信用，没有把我给你的扇子拿去当了卖钱。哎，
哎，老大！哎呀，主子，不能跳啊，太高了。主子，这怎么办啊？追呀，追！啊！传家，哎，送我过河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好嘞，来，慢点儿。哎，主子，慢点！哎，船家，我们要上船。哎，主子，注意脚下！哎，主子，哎，停下，把船划回来，我们要过河。好啊！哎，不许回去！这摆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？我给你5两银子，这船我包了，走。5两啊！我也有，对，我们有银子。谢兄台，我就送您1个人，我不管他们了。走，我给你10两，10两，10两。不，兄台，那可是10两啊，都够我买一艘好船的了。我给你20两，30两，对，给你30两，40两，我50两，50两，60两，60两，100两，100两都够我娶媳妇买地，生俩孩子都够了。老大，怎么不还价了？我不出价了，因为比钱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多，我肯定输定了。谢谢兄台啊！主子，他跟你玩狠的。你不是喜欢钱吗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，每年多给你烧些纸钱，怎么样啊？主子，他跟咱来土匪这一套，咱有钱，他没用啊。我1两都不要，我就送你1个人。我只收你60两银子，我只收60两。我呸！60两银子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我身上的钱刚刚都给你了，现在没钱了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是，老大，你回来！老大，你回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龙小弟啊，你不是龙吗？有本事飞过来找我啊！不是，不客气，就当我刚刚又免费教了你一堂江湖经验啊！走了，龙小弟。你笑什么呀？找船去！哎呦，皇上啊，这儿就这么一条船，没船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主子，东边客栈找遍了，没有。主子，西边也找过了，没有。南边也没有，北边没有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再接着找啊。是，用点心啊。主子，会不会是叔姑娘，她根本就没在这镇上休息，连夜就赶路了？不可能，她你还不了解吗？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。这倒是啊。不过主子，她是不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就不敢住在这些酒楼、客栈什么的？那倒是有可能。索图，这行走江湖有什么钱生钱的办法没有？在江湖行走，这钱生钱有4个办法：1偷2抢，3做工，剩下的就是赌博。行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我要大鸭子，快点啊！开了啊！老大，你的赌运早就不好了。买定离手吧，买多的折多。老大，今天你啊是出不了运。买定离手，快！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？你忘了，上次在山西的时候，你带我来过这种地方，我说过，我有经验。那我今天就让你大开眼界一下。买定离手啊！呀，小，干嘛呀？来，压！爹，你不能再赌了，这钱是给娘买药的。干什么你？把银子给我，走开吧你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娘还等着我们呢。滚！爹，赶紧拿钱走命！回去吧，我们。爹，滚！哎，滚！兄弟，赌钱输赢不要紧，你还是拿着这个钱救人一命，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。
我赌不赌钱干你屁事儿！爹，我们回去吧，爹。滚！来，哎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豹子！来！老大，我就说吧，你的运气不好啊。我就说我刚才赌的时候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。原来是你这个没心来了。我说老大，这赌桌上的，赢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哪能怪这怪那呀？你要是有本事，就赢一把给我看。还有没有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呢？定离手了啊！快！小，哎，赌大了吧，别一直小。你老大还是我老大？你是老大。小，来，大家都下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你就在这规规矩矩的闭上你的嘴，要不你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老三，还压不压？哎，压，等，压，压你的钱呢？不是你没钱玩什么呀？没钱赶紧走啊！没钱回家。没钱就走人，快走！没钱就赶紧走，别人同位置，回去。快走吧！回去吧，爹。我拿我闺女莲香押50两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居然拿你的亲生女儿做赌注，你这个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还管我？你不好，大三，你不好赌，你来赌场。让主子再玩会儿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个扫把星。大爷，我没空陪你玩，别当爷的道。贾老板，50两。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，你看，不光我把你当贼星，还有别人把你当贼星。现在把我当贼星，这一会儿就有人把我当救星。愿赌服输，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大还是小？小。哎，买定离手了。大事先压什么闺女？老子通杀！仙毛，这骰子一定有问题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我是火眼金睛，你一凡胎肉眼，当然看不出来。快，我们走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贾老板，咱们可都不是外人。贾老板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闺女。一个月，我肯定把钱还你，翻倍。何三儿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的女儿留下来，什么时候你有钱了，再来赎你的女儿。把她拖出去！贾老板，我求你了，贾老板，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我这是开赌场的，不是开善堂的。滚！贾老板，走，且慢。贾老板，有何指教啊，这位公子？贾有才，你每次都摇出豹子，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赌场赌的是手气，手气好的时候，一连开几手豹子是有的；手气不好的时候，连续输了10几20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风水轮流转，输赢无定数，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对。好，说的有道理。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我这开赌场的，还不敢跟人赌吗？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假如你赢了，我给你100两；如果你输了，你给我50两。还有这个小妹妹，她是另外的50两，怎么样？这可不公平。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不都是100两吗？她现在是我的人，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她现在值100两。刚才50两，现在就100两。你也太会坐地起价了吧！莲香姑娘明明是以50两银子输给你。我们做生意的，自然是要赚钱。你赌还是不赌？我赌。好。走。莲香，别动，打住点。我的赌注在这儿了，你的呢？怎么着？怕我没钱啊？有钱你就拿出来。有钱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
拿出来呀！借我点钱呗。哎呀，没钱！借钱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赌完这一局就跟我回去。龙小弟，你这是落井下石啊！那我也是跟老大学。好，如此可笑也，我答应你，给我钱。快点儿！哦。这是我的赌注。100两，100两，这么多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检查一下骰子。哼，检查就检查，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假。还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天祝我这次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！啊，这管用吗？这个？对啊。我压大，你压大，那我只能压小喽。小，我也压，买定离手。等一下。在你打开之前呢，我要先求一求神仙。这能赢吗？这可以。老天啊，老天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。好了，你开吧。不许看。哼，大！哇！老师，起来，起来，林夏，走。你们放开！林夏，这100两你先拿着，回去给你娘看病。谢谢。还有你，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，小心我宰了你，知道吗？多谢这位爷，谢谢。林香，多谢这位爷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走，谢谢。你呀，别来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。这莲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这回知道了吧？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。那是，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，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老大，咱们回去吧。慢！哼！哎呦，这大三，竟然敢用水银闪不良幻术，被他们给发现了，我们只能来硬的了。这个狗官，看来刘德昭是铁了心要将这3个百姓屈打成招了。主子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必须要阻止他们。我眼下好歹也是奉旨查处书剑一案的钦差大臣，纵然无权过问山西的地方政务，但刘德昭应该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击鼓鸣冤。是。大人，你干什么呢？要干什么？龙小弟，武功长进了吗？那是，跟了老大这么久，总得学点本事不是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家大人奉旨前来山西查案，还不赶紧让你们巡抚大人出来迎接？你们真是钦差大人？圣旨在此，还有假吗？喂，一道圣旨这么威风啊！老大，这个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。龙大人，刘德昭恭迎钦差大人。
早就听说龙大人到了舒大人的府上，本该前去拜会，只是公务繁忙，实在是走不开呀。早有耳闻啊，这山西旱情严重，刘大人一边忙着赈灾，一边忙着缉捕盗匪，确实是忙得很呐。龙大人此次来奉旨调查舒大人遇刺一案，不知办得怎么样了？今日龙大人来，可是想让本府助你一臂之力？确实是需要巡抚大人相助之处啊。本府定当全力配合。哎，不过龙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本府现在正在审理一起盗匪之案，不如这样，龙大人先暂时去我的后堂歇息，待本府办完此案之后，再到后堂听龙大人通报舒总兵遇刺一案的案情如何？刘大人，这3天前夜里发生的重大盗匪案，没想到今日就抓到了匪徒。刘大人的办案效率实在是让我钦佩。刘大人，不知本钦差是否可以在此旁观刘大人审案呢？龙大人呐，你不过是奉旨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的，这盗匪之案呢，与舒案呐，没有任何之相关联。哎呀，若是要旁听的话，不太合适吧？刘大人，本钦差只是旁观而已，绝不干扰刘大人办案。再说了，等本钦差回了宫以后啊，这皇上问起在山西的见闻，我也好将刘大人的这高效办案的美名上达天听啊！哎呀，龙大人若是执意要旁听的话，那就堂上请。哎，请，请。刘大人，这3个就是劫银劫粮的盗匪吗？不错，现下人证物证俱在，可是他们抵死不招。大人，老朽实属冤枉啊！大人，刘大人，不知有何人证物证，可否给本钦差瞧瞧？龙大人，你可是奉旨前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，好像这个案子与你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吧？你只静静的旁观就好了。这具体的案情，本府无可奉告。王13、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们现在可愿招了？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小民冤枉啊！好一帮刁民，看来不动大刑，尔等是不会招供的。来呀！大刑伺候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是抵不了赖的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招认了吧，免得再受这皮肉之苦。大人，大人，老朽自打进了这个公堂，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。老朽经不起如此大刑，老朽冤招啊！大人。胡二狗、谢大牛，你们呢？小人冤枉啊！大人。王13，你就先招吧。大人，我招。大人，老朽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招些什么呀。好，你们3个人那是办不了翻墙入室、劫官银官粮的大事的，你们必然还有其他的同伙，而那些同伙也必定不是普通人，那些人应该是盘踞在牛角寨上的钱明余孽，才会如此的胆大包天，是不是啊？大人，大人，您说是就是吧？那你就将
如何勾结牛角寨贼人的经过，如实的招来吧。这经过，大人，老兄年老昏聩，这经过我实在是记不清了，就以大人调查的为准吧。好，那么你再想想，你又是如何联系胡二狗和谢大牛，去给牛角寨的匪徒做接应的？这位老伯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要认罪是你的事，可不能胡乱拍咬我们呢。前日我家娘子刚刚流产，还等着我回去照顾她呢。这位老伯伯，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老娘等我回去照顾，这盗抢官粮官银可是死罪啊！大人，老朽无儿无女无家产，我死不足惜。可是我与这2位小兄弟素不相识，你要让我胡乱指证，小老儿我心里实在是不安呐。看样子你还是没想明白呀。来人呐，在，让他清醒清醒。大人，老朽愿照啊！大人，这案情经过，您比老朽更清楚，就请你们代老朽写下供词，让老朽画押便是啊。这就对了。来人呐，在，把王13押下去。是。大老爷，走，你们关闭民反呐！胡二狗、谢大牛、王13都已经招了，你们还要顽抗吗？罢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被砍头也比这么活着受折磨的好，反正都是个死。小人愿招。有劳大人转告小人娘子，小人不能陪他白头到老了，让他自行改嫁吧。你就放心吧。来人，在，把胡二狗带下去。是。走。哎呀，谢大牛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怎么着啊？你们这些狗官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就算你们有本事瞒得过朝廷，瞒得过皇上，你们也瞒不过老天爷！住口！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塞上！是。慢着，贼什么嘴呀？他不是愿意骂吗？你让他骂。谢大牛，我告诉你，皇上远在紫禁城里，你就是把喉咙骂破了，皇上也听不见。现在呢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直接画押呢，还是领教我这堂上诸般的刑法之后再画押呢？狗官，
你不得好死！动刑！慢着，不能动刑。刘大人，想不到如此一起惊天大案，你们居然是如此办理的，真是让本钦差大开眼界。龙大人，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此地民风向来是彪悍奸诈，这几个人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，不过是想博取龙大人的同情罢了。尤其是这个谢大牛，他爹曾是牛角寨上前明余孽中的一员，前2年刚被判了腰斩，而且那起案子就是谢大牛他娘亲自出手的。可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，如今他谢大牛长大了，仍然与这牛角寨暗中勾结。当初我娘出手，害得我爹被腰斩。我一直以为我娘做得对，我爹就是个大逆不道的糊涂虫，他该死。可我如今才明白，是我娘错了，是我娘错了。这大清的天，简直比锅底还要黑呀！这百姓就该反！住口！住口！龙大人，你听见了吧？你看见了吧？此人果然是前明的余孽呀！他勾结山匪，打劫官府的库银。即便是他不招供，就冲他刚才那番说辞，本官也可以判他个斩立决！斩立决！刘大人，若不是你们软硬兼施，诱供逼供，这谢大牛又何至于恶言诅咒朝廷？龙大人啊，这2位，一个是您的贴身丫鬟，一个呢是您的贴身护卫，算起来也是您的奴才。可是你今天看看，他们2个竟然敢在公堂之上对本府出言不逊。龙大人，你平时对你的手下是不是未免太放纵了一些啊？刘大人，这公堂之上虽应分尊卑，但更应该论国法。你这个审案的手段，的确让人无法苟同啊！哼，龙大人，这说起来，你虽然乃是一个奉旨办案的钦差，不过是官拜5品，比起我这2品的大员来说，似乎是还低了这么几级吧。而且这圣旨上写的是明明白白，你龙大人是来办理舒总兵遇刺一案的。龙大人啊，你这干涉我地方的刑案，恐怕是不合体力吧？刘大人，下官的官职是比你低，可是你就不怕下官回了京城以后，向皇上交旨之时弹劾你吗？龙大人，皇上虽然年少，但他却是圣明的天子，我想他不会听你一面之词的。龙大人啊，你这一路辛苦了，我看还是到后堂先歇息吧。待本府审完这起案子之后，再同你好好交流交流同僚之谊吧。龙大人，请随下官到后堂歇息吧。慢着，你们可知我乃是？龙大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主子，要不然您把密旨拿出来给刘大人看看吧。密旨？对啊，皇上不是给您下了一道密旨吗？让您调查舒总兵一案之时，顺便督查一下山西赈灾情况以及地方官员官风吗？哎呀，龙大人啊，实在没有想到啊，龙大人身上还有皇上的密旨啊！不知皇上的密旨现在何处啊？可否让本府看一看？这密旨？这密旨啊，让奴婢小心翼翼地藏在行李箱里了。主子，要不然您随奴婢回去取一趟吧。也好，刘大人请稍等一下，
下官这就去取。那个冷大人，是否让本府派一队兵士护送啊？不必了。李护卫，你接着替本官陪审，顺便提醒一下刘大人，不要滥用酷刑啊。卑职遵命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如果咱们拿不出密旨的话，刘德昭一定会说我们假传圣旨，到时候必定跟我们翻脸，那3个人就死定了。尤其是那个谢大牛，不死也得残废啊！哎，事到如今，只能造一封假的密旨喽。伪造密旨？这个刘德昭身为山西巡抚，又加兵部侍郎衔，乃2品大员。即使他不知道你长什么样，你的字他总归认识吧？老大，你疯了吧？这是我首次微服私访，毫无经验，我没有带上玉玺，也没有带上书写圣旨的龙文黄卷啊。万事都有变通的嘛，龙小弟。这个密旨肯定不能正式的写在龙文黄卷上啊。我们把宫里御用的花笺，加上你的御笔亲书，还有玉玺印鉴，拿出来给他看，肯定能唬住他了。不是，可问题就在于没有玉玺啊。我可以帮你搞定啊，我照着你圣旨上的玺印刻一个不就得了？你还会刻章？那当然了，老大我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医药赌蛊、机关杂耍、金石篆刻都不在话下。走吧。龙小弟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老大，你这个篆刻的功夫果然和你的武功一样，不能深究啊。刘德昭只要仔细一看，就能看出其中的破绽了。切，问题在于他不可能仔细看。你那道圣旨是真的，他已经仔细看过了，怎么可能怀疑这个是假的呢？那我们只能碰碰运气了。刘德昭只要一看到这个密旨上的内容全部都戳中了他的软肋，必定就会心下大乱，不会仔细查看最后的印鉴了。李护卫，不知你家大人和令妹何时会回来呀？我家大人回去以后还需要沐浴更衣，就麻烦刘大人和诸位大人要不先把这谢大牛押下去，等我家大人回来了再审。来啊，在，将这谢大牛先押下去。是。李护卫，不知你家大人是哪一年考取的功名，出自谁的门下？我家大人身份尊贵，恕卑职无可奉告。好，身份显赫，好啊！哇，大功告成！龙小弟，怎么奖赏我？奖赏？伪造官印已是杀头的大罪，这伪造玉玺是要诛9族的。
龙小弟，什么意思啊？过河拆桥？我可是奉旨造假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论到杀头的大罪啊，这几天我龙三犯的可不比你少。只不过老大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特殊的技能？我就是一个江湖混混啊，江湖小混混，自然要学得多一点，不然怎么混得开啊？对吧？相比于刘德昭啊，你更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亏你技艺不精，这个玉玺呢，你伪造的不能到以假乱真的地步，要不然的话，那可真就天下大乱了。龙小弟，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忌讳的事儿啊？从此在你心里就记了我一笔了？没事儿，这要是别人呢，伪造玉玺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我都不会轻饶了他。但是你嘛，我知道，你虽然天性顽劣，但是你一定不会做出什么让我不可原谅之事。虽然你嘴上这么说，但是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已经对我有防备了。早知道我就不出这个馊主意了，另外想办法救那3个百姓啊。反正呢，我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这次回宫以后，就一辈子把你拴在我身边，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犯下什么连我都保不住你的重罪了。我才不要在那个像金笼子一样的紫禁城里坐牢呢。君无戏言，记住我刚才说的话。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皇上啦，你是我的龙小弟啊。李护卫，待会儿等你家大人回来之后，还请您在你家大人面前替我等多多美言几句啊！啊！好说，好说。多谢。钦差大人到，圣旨下。皇上密旨到，刘德昭等一干官员接旨。臣刘德昭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龙3为钦差大臣，在查办舒总兵遇刺案之时，监督查访山西赈灾之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之官风政绩，如实禀报，不得有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，刘大人，这皇上的密旨可都听到了。这临出宫前啊，皇上再三叮嘱，一定要详查山西的赈灾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的官风政绩。那就有了各位大人多多配合了。哎呀，龙大人您就放心，我等自当竭尽全力的配合龙大人。龙大人这一路实在是辛苦了。这舒总兵的府邸的位置这么偏僻，而且呢，设施呢又这么简陋，实在是委屈龙大人了。龙大人是这样啊，如果龙大人您不嫌弃的话啊，毕府呢有一个小小的别院，而且环境十分之优雅，出行呢十分之便利。大人可否考虑移驾到小院暂住啊？多谢刘大人的美意。只不过啊，这皇上下旨让下官巡查当地的官风，你我不适合走得太近，只怕别人容易多说闲话，对你我都不利啊。哎呀，龙大人，你看你啊，自京城远道而来，那是翻山越岭啊，
太辛苦龙大人了。你看啊，你既然到了这里，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这些地方的同僚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主子，咱们这几天在舒府，天天粗茶淡饭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不如就看看这刘大人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。鸟的，行，那就多谢刘大人了。龙大人，请。请。请。哎呀，龙大人啊，能够来此与我们这帮地方同僚小叙，实乃是我等荣幸之至啊！龙大人啊，咱们就别干看着了啊！这些呢，都是毕府的小厨做的一些家常小菜，不知可否合龙大人的胃口？来，龙大人尝尝，尝一尝。刘大人，哎，你这一桌佳肴，不见寻常的鸡鸭鱼肉，全是些难得的山珍海味。刘大人啊，你这家常小菜可比皇上御膳的规格还要高啊！龙大人说笑了啊，这是夸奖我啊。是这样，有菜不能没酒啊。来，龙大人，尝一尝，这可是来，自西域而来的葡萄酒，冰镇之后口感更佳。来，尝一尝。来，二位你们也随意。外面赤日炎炎，焦土千里，没想到刘大人府上还有这冰镇的葡萄美酒啊！不怕龙大人笑话，本府呢体胖怕热，故而呢在这家中多挖了几口冰窖，每到隆冬之时呢，就会大量的取些冰块，以度炎夏。刘大人，会享福。此次山西等省大旱，这皇上啊，在紫禁城里是食不下咽，寝不安枕，麻衣素食1个月之久，还赐龙血抄佛经，这才求得一场甘霖。看来这做天子的，真是不如这做臣子的逍遥自在啊！哎呀，龙大人，此话严重了啊！来，吃菜，来吃菜啊！大人请。刘大人，不必忙活了。你这一盘盘的佳肴，在本钦差的眼中，就是民脂民膏；一杯杯美酒，就是黎民血泪。恕本钦差难以下咽。龙大人果然是忧国忧民呐，让我等十分惭愧啊！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，我等洗耳恭听。刘大人，咱们也不必拐弯抹角了。你我已算是心照不宣，我只要求刘大人做好3件事情。不知哪3件？第一，放了王13等人，还有那日你在你小舅子员外抓捕的那些灾民，全部无罪释放，并加以赔偿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二，把囤积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。把那些借机哄抬粮价、
大发国难财的奸商，全部都抓起来，严惩不贷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三，交出赈灾银两的账目，并打开银库，让本钦差一一核查清楚，若有短缺，你等自行想办法补上，然后再跟本钦差一起，把这些银两发放给灾民。二位没觉得这个天儿格外的闷热吗？是啊，热得很。好啊，我这就调集人马，即刻就办。刘大人啊，你可不要敷衍本钦差啊！你们应该都清楚，眼下能否办好这3件事情，不仅关系到数十万灾民的生死，更关系到你等一干地方官员的前途和性命。本府明白。行，那本钦差就告辞了。宋大人，不必了。诸位大人，留在这儿，继续享用这些美酒佳肴吧，别浪费了。一欢，你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居然敢刻假玉玺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可是犯了帝王的大忌。虽然皇上表面上夸奖，但你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当时说完就感觉到了，他心里肯定不开心了。可是现在反悔也没办法了呀。叔父，一欢也是救人心切，他一向心性单纯，不明白帝王的复杂心思，现在埋怨他也没用了。本来就是啊，我以为我在帮他解围，而且是他让我刻的，谁知道会这样。朱哥哥，我是不是又办傻事了？是有点傻，但是我不怪你。我们本来就跟康熙势不两立，翻脸也是早晚的事情。好在眼下他跟我们还算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就算是对我们起了防备之心，也只能暂时和我们维持眼下的关系。你不必过于自责。从小到大你都这么包容我。你呀，我早晚得死在你们两兄妹手里。死在你手里。你呀。都是因为那夜我下手太重，要不我先用内力替你疗伤。多谢前辈，不必了。刘德昭一直怀疑他身边有了奸细，只是还没怀疑到我身上，所以我不能耽搁太久。是不是刘德昭他们又有新举动了？今天钦差大人直接来了富雅，还亮出了皇上的密旨，把刘德昭他们吓了个半死。钦差大人走后，刘德昭便召集了他那几个心腹的官员和富商，一起商量对策。小官啊，你们几个脸上那个字儿还没洗干净啊？甭提了，也不知道那个姓艾的在墨汁里放了什么东西，我们搓了几天都搓不下去。是啊，混蛋！等我抓到了他，我非扒了他的皮。哼，坐着聊啊！都是我这些手下太饭桶。
这世上有不偷腥的猫吗？甭管怎么样，咱们先备下重重的厚礼，探探他的底儿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没准他眼下的假正经，就是为了将来狠捞一笔。哎，还有，我看那个龙大人年纪轻轻，血气方刚，正是干柴烈火的年龄。你们府中谁还有没开包的绝色美人？哈，也别藏着掖着了，赶紧贡献出来。等把这厮弄上了咱们的船，先渡过了眼下的难关再说。啊？有吗？没有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你有吗？没有。我有。我府上啊，还真有这么一位美人，不但人长得美，性子温婉，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哎，姐夫，我原本可是要孝敬你的呀。你小子，哎呀，任这美人如何的貌美天仙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。也罢，让这个美人去试一试龙三。哎，秋贵啊，记好了啊，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女子的身份，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。你放心吧，姐夫，她呀是一个孤女，我发现的时候都快饿死了，是我收留了她。锦衣玉食养着她，现在对我是感恩戴德，让她陪陪钦差大人，不为过吧？哎，不为过，就是。我想，二位一定也猜得出来，他们所说的这个绝色美人是谁吧？该不会就是婉心妹妹吧？正是。婉妹知道裘贵要把她送给刘德昭，她以为只要进了刘府见着我们便有机会私奔，所以这几日她在裘府不哭不闹，还假意奉承裘贵。我本想等我伤好了把她救出来，可没想到这帮禽兽居然想让她去侍候钦差大人。裘贵这个禽兽，早晚有一天我要亲手宰了他。刘德昭等人若是把舒婉心献给钦差大人，那他私自出逃，让人冒名顶替进宫之事就会暴露。所以我才急着来找你们报信儿，跟你们商量对策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，直到现在我才能偷偷溜出来。孟大哥，你还是来晚了。刚刚刘德昭的人已经接走了钦差大人，想来就是要行使这个计划了。什么？那如果钦差大人识破了婉妹的身份，而你是冒名顶替，那你和婉妹就都麻烦了。眼下之际，也只有我立刻赶去刘府，在舒婉心被献给钦差大人之前，把她给劫走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，暗中协助你们，希望一切还来得及。好。我走了。钦差大人，我家大人有要事要和大人商量。